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嚟到海珠區邊去食翻間粵菜銀座餐廳，坐喺入邊個細廳，可以睇到基本上都係附近啲街坊嚟呢度食飯嘅。點咗個怪味大腸拼雞腎球，其實呢就係白灼，豬大腸呢非常之嫩腍，而腎球呢就爽脆彈牙。最主要係佢呢個醬料酸酸辣辣，非常之惹味，好食，值得推薦。椒鹽狗肚魚，魚呢都算比較新鮮，不過呢粉裹得比較厚，而且佢嘅椒鹽呢落得比較多，整體嚟食起身非常之鹹，個人呢唔係好推薦，呢個麻麻地。煎麵，大家可以睇到呢份麵嘅份量呢有幾大，同我嘅拳頭嘅對比。麵餅煎到金黃酥脆，淋上咗醬汁之後呢，形成咗一圓一脆嘅鮮明對比，口感豐富，非常之好食。銀座餐廳呢，整體出品都係唔錯嘅，推薦指數4粒星，係咁先啦。